不好意思，因为我个人这个经验不足一个这个羞涩的生命亟待需要教育了所以那我们就接着我们底下的行程，我们请陈教授做评论。主持人周校长，还有就是我们主办人那个尤主任，还有另外一组的那个翟院长评论人，还有我们今天的4位论文发表人，还有在座的所有的师长，还有来宾，大家午安。午安。大家好因为其实老实讲，在炎热的夏天，这个夏天的下午应该是很适合就是放松来谈这个当一个这个评论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因为一方面是天气的关系那二方面就是说这个大家在做这个实务上的分享的时候一旦要把它写成一个论文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从那个论文的角度来讲事实上是会比较辛苦一点那所以我好不好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啦就是我们这一组主要就是针对那个我们生命教育在这个6年级的小学生的这个针对这6年级小学生，他们接受了这个生命教育之后，那我们这个季老师这个研究团队就来做一些所谓的问卷调查。那当然在今天的整个的发表过程当中，也做了所谓的生命这个教育的教材跟教法的一个分享。那我觉得这2个区块都非常的重要那我想我要先说明一下季教授跟我之间的关系因为季教授是我非常这个敬仰的一个老师，虽然我没有被他教过但是我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那今天其实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托他的福啦所以我才能够坐在这边跟大家来做一场的学习。那从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我个人真的学习到非常的多。那因为我个人本身你在高雄参理大学，我在那边也有教生命教育。那我们也曾经办这个生命教育，也是承蒙我们这个季教授的协助那所以我们就以绿色饮食，因为我们大家只要知道说我从高餐来，就会问说我养猪价对不？你猪价这么厉害对不？我说唔对对，所以大家只要想到高餐就会想到厨艺啦那其实呢，厨艺其实跟我们的生命教育其实是关系非常紧密，对不对那想象如果说高餐所有培养的这个一流的厨师都非常具有这个生命教育的修为那当他们在做菜的时候是用心做菜，不是用手用刀做菜而已那这样我想我们的那个品质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不同那所以我上一次前几天有看了一部这个DVD， 那是一个禅师他是一个厨师又是一个厨师又是一个禅师，所以他是在他的做菜的过程当中，他在阐述如何用心来做菜。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从今天今天我们那个徐慧珍老师他也分享了那个在这个崇仁对这样子的生命教育，整个学校全校都可以办生命教育那我也非常的这个敬佩我希望我们高餐不大小小的，也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全校来办生命教育尤其我们非常需要，因为我们是服务业人才的培养的摇篮那所以如果我想我们学校可以全部实施生命教育，那我想将来我们台湾的服务业的品质应该可以非常立即提升所以我们还蛮期待的好，那我前面做了这样子的一些分享之后呢，我想因为我今天的任务是来担任那个论文的评论人所以不好意思，我想我还是以这个从论文的角度来提供给这个研究团队一点小小的建议。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研讨会的论文其实还要投稿嘛，对不对？那投稿期刊这个要求通常都是会比较高的，那怎么样把我们的一些实务上的东西转换变成期刊可以接受，我想这个可能我们还是要稍微严格一点点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研究团队这个我出手比较重的话，就麻烦你们原谅一下第一个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探讨的是这个所谓的国小学童的灵性健康跟这个生命教育教学的探讨，那看起来这是2个变项。
那如果你要针对 A、B 两个变项去做进行的探讨，我想这中间的连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不好意思哈，我今天看到的是说，好像会比较偏重是在灵性健康的一些现况的调查。那个调查本身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把生命教育的这个教学的部分先抽掉，先看它这整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到最后一个部分中间先抽掉生命教育教学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篇还算蛮完整的一个量化的调查啊，量化的这个研究。但是如果一旦如果想要加入生命教育，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要用所谓的实验设计，因为呢，今天如果我们把刚刚那个所谓的学艺老师他有刚刚介绍的一些教材教法，如果以教材教法来当做实验的处置，就是视教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要看这个教材这样的教法到底对这个国小6年级的学生是不是他在灵性健康方面真的能够有做更好的提升。那一块我们就需要就是做这个所谓施教前、施教后的比较。那这样子我会觉得那整篇的报告它的这个引起度会更好一点哈。所以这个是提供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的。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可以被确认，就是说 OK 我今天我要做的是 A、B 两个之间的一个探讨。那我想呢，那可能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架构，包含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讲义的这个68页哈，我们的研究目标这个部分可能要再做一点的这个调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研究架构哈，在我们的74页这一边也要加入生命教育的这一个施行的话，在我们的整个的变相这个可能要再做调整哈。那因为这个部分目前我看起来还是比较偏那个灵性的一个健康的这个架构。那另外的就是我还非常敬佩，就是在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我们能够找到那么多的这个对象哈，然后呢能够我们的这个有效的问卷那个高达88.8%哈，我觉得这个真是让人太钦佩了啊，因为实在是很不容易的。那在这个部分，我会比较建议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基本资料的一个分配这个样本的这个背景的一个分析的过程当中哦，可能的话就是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是，在15个这个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项目当中，有9个项目是属于跟家庭有关哈。那家庭就包含就是说这个父母的婚姻啊、管教方式啊、职业啊、氛围啊、气氛啊，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在你的研究里面会不会有它的意义？是不是要在这个最后分析的时候可能要去做一些讨论哈？那事实上我也会认为了哈，就是家长父母的这个有没有对生命教育，是不是从最基础的就可以在生活日常里面会有那样的一个概念，会真正去影响这个孩子他本身的这个灵性的这个健康的状况。我觉得这边可以多琢磨一点，要不然有点可惜，因为用了那么多的篇幅去进行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在78页开始啊，78页开始一直到80页这边啊，因为这4个构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去探讨是说这个与人缔结，还有生命意义，还有就是超越逆境，还有就是宗教寄托。那我觉得这4个部分，我觉得能够那个就是整个的结果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如果说国小的6年级的学生，他们在这一块这个能够得到这样子非常正面的，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在推动生命教育，其实它有很好的一个指标性或启发性。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在你的结论里面也需要去做好好的去把它运用，然后可以去做很好的陈述哈。那另外的就是有关这个从82页开始哈，一直到我们这个83页。
不好意思，因为我个人这个经验不足一个这个羞涩的生命。